那民进党的立委高嘉瑜是为性温书的受害者勇敢站出来。高嘉瑜邀请到民进党几内的立委做伙来开记者会，希望政府相关的单位要来修法，管制到私密的影片来外流。高嘉瑜讲，即摆上界重要的是强化到网络业者的责任，针对到私密的影片，网络业者有义务要甲影片提掉，袂当过来报送。性别暴力零容忍。向真男朋友联兵粗拍，佮威胁要公开伊的私密影片。高嘉瑜勇敢站出来开记者会，希望性侵害防治法爱修法。那我自己其实身为这个 deepfake 的受害人，然后又是这个相关事件的受害人哦，这一块的法令的立刻的补正是非常的重要。高嘉瑜找民进党立委柯志杰、蔡玉仪、何志伟，佮有江英昌。虽然因拢是男性，不过高嘉瑜认为因一定会当将心比心。那伊的目标就是要甲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改做性侵害甲性温书犯罪防治法。网络上有很多求上车啊，或者要求分享影片，那这个呢，对于当事人来讲更是一种伤害。最重要是网络平台业者的下架义务哦，这样应该叫做恐怖情人条款呐哈。未来哈，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性别暴力，并不会只把它局限在很狭隘的性侵案，好，那包括性隐私。但实际成年人的部分，的确因为现在相关法令上的未授权，所以 iWin 主要处理模式上是借由一个协同联系的方式。针对目前那个诉通服务法的部分，也在做相关的一个调整。拄到去当机人拍人的事件，高嘉瑜同款勇敢面对镜头，互当党的立委看甲真唔甘。柯志杰阁写卡片，希望伊会当较严硬咧，嘛希望透过修法，互受害者袂阁家己孤单面对暴力。